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唉，又瞓唔着，個頭好精神。神農爺爺，我又失眠，點都瞓唔着。唔使急，百合同蓮子清心養心，係溫和助眠嘅好食材。煮1個鐘，睡前2-3個鐘飲呢碗糖水，溫和好味，比食藥舒服得多。睡前用溫水浸腳，可以通血氣、減疲勞、幫身體放鬆。睡前唔好諗太多嘢，作息定時，身體先會有好狀態。多謝爺爺，我瞓得好甜，今日成個人都有精神。